其他故意啦，其他故意。飞扬所坤，雄心同路飞，台达来上飞。大家指挥员，你有冇按欢喜呀？唔係呀，我介紹我問你呢，唔用病啊，唔用病啊。那種單調你。你講哎。不是回到高雄自己的主場就要不一樣唔條啊。用班師傅對觀眾朋友。沒有，最近在訓練一下我。貓呢？哎，這是最特別的那個出場方式，好不好？對不對？來到高雄的啦。愛啲啊。係啦，請一前來，今日來到一個地方吼，冇簡單呐，公山呐。公山呐。係啦。表演藝術。收工之後要吃什麼？岡山最有名的就是羊肉爐。哦。我爸爸開的。啊。阿義羊肉爐。不要打廣告。改天再帶你去吃。好啦，接下來介紹評審先生啦哈。客家音樂經理洪嘉寧先生，陸頭先生，曲希正先生，客家新傳師吳傳力先生，接下來看精彩嘅表演哦。你主哦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欽定嘅，香港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
正常鼓励。会被讲客家话吗？会讲客家话吗？一点点而已。啊，一点点那你把你会的跟观众朋友们讲。大家好，我今年12岁。12岁，哦，很多感恩。感恩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像这个叫做什么？马林巴马林巴，对不对对？以前我原本要学这个的，真的。好但是险，因为我家太小，好险你没有。放不下，所以我妈妈就不让我学这个。那麦克风学唱歌呢，就是一支麦克风到底，不占空间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后面的乐器比较精彩。我小时候也很想要学。哪一个？来，你过来。哦，你呀，哦，你画比较淡呢，哈，水蓝色，春夏款的颜色，哈。唱门，你耳朵嘛该乐器。他们是哈嘎巴。哦，用给你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this is。好，我还是委屈一点，用国语哈。请问这个是什么乐器呀？大把。大把哦，这个叫做把哦。把。我还以为它是锣哎。你算，你真的很没水准。来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回去好。来，乖，这样好。我小时候真的很想要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便宜呀，而且就带着走2片，砰砰砰砰砰，超吸你，还好你没学。来，你好险没有学。来，有像的川妮老师。呢家看呀精彩嘅表演啦，該精彩，下個呢感覺到有一溫柔嘅，當然啊唔可以講很新泡泡嘅嗬，感覺到精神上啦，呢個多做到幾天嘅時間啦，有呢劍我嚟彈啊咧嗬，我感覺到比較舒緩下來啊呢。哦，這個年紀輕輕，我覺得學這個樂器還不錯啦。哦，繼續加油努力哦。有很喜歡嗎？很喜歡。是自己很喜歡，還是媽媽選的？自己很喜歡樂團。哦，我是媽媽選的啦。但我自己也很愛啦。好險，媽媽沒有錯哈。對，來看分數。好啦，來看3位評審先生哈，有辦法一枝土高嘛？來。太子宮太太最威風，太太嘅都市太太嘅拽。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嗎？娜娜，你們在一起多久了？不知道。來看分數。好啦，來看3位評審先生哈，有辦法一枝土高嘛？來。嗨，過關。來，這個紅包啊，是我們電視台準備的。好，謝謝嘉恩哈。係啊，用腔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來。大家好，我是華堂叔叔。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鄉親同樂會，來跟大家介紹台灣的傳統民俗技藝畫堂。畫堂顧名思義就是拿糖來作畫。以前老師傅傳承下來，就是說他們有做一些，大部分都是一些12生肖、花鳥蟲獸。但是隨着時代的進步，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不同的圖形。還有畫堂叔叔出來，我都會做一個主題，我跟書法結合在一起。我們今天的活動就是鄉親同樂會，所以我用把它寫出來，跟大家分享這個。好，那現在我來表演一個傳統的龍，我把它改良設計，做成龍舟形式。你看哦，只有3分鐘可以做而已哦，它冷卻相當快哦。好，來我來做給大家看。畫這個圖形一定要掌握它的韻味，所以龍哈要做的時候，我的老師跟我講說，龍是長什麼形狀？我去廟裡看很多，後來他有一個口訣跟我講，鹿像鹿一樣的腳哈。像鯰魚一樣的鬍鬚，然後像蝦子一樣的眼睛。來，整個圖形，我外形先把它弄出來。外形做好了以後，來，我會先把它粘上竹籤。你看現在大概已經過了將近1分鐘了嘛，把握這剩下2分鐘，趕快。
外面比较容易冷却，所以外面要先弄。来，龙该有的须，它的舌身，鹰爪，还有鱼鳞片。你看，有一些已经开始凝结了，所以3分钟的时间而已哦，哈。来，重要就是画龙点睛，这样就完成了啊。它也大概冷却好了。3分钟过后以后，它就变成硬硬脆脆的。好了。龙舟的方式哈来表演。谢老师，我会讲客家话吗？太搞好，爱是发糖阿叔。重赏鼓励。哎，你这样教不好，会听起来有点像龙发堂啊，说。不一样，虽然是画龙，不是龙。你知道吗？这个画堂啊，因为俺们台湾，因为我们台湾哦，是那个产糖的王国。对，所以我们在那个大量的产那个甘蔗，然后用甘蔗蔗糖来转为这个各种类不同的那种糖类。对，所以这个糖是用白糖。白砂糖，因为白砂糖的纯度比较好。那个不是麦芽糖哦，一般都会有看到这种卡通图案的。因为麦芽糖它比较软，它没有办法去固定，所以要用白糖来煮。看到吗？乡亲同乐会。乡亲同乐会。这个是乡亲同乐会。哇，标准了，标准，谢谢你。这个是大师为我们这个乡亲同乐会，谢谢，特别制作的。对，好棒哦！谢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像是你做这个龙啊，大概花的时间就也是短。我只有3分钟可以做，因为要时间太快，因为糖的特性就是它是降温很快嘛。是。那你超过时间以后，你就硬了，没有办法去刻那个纹路。所以我跟时间赛跑，所以都是跟时间赛跑。譬如说你庙里要跟我定的是大只的龙，必须要先把头先做好了，你3分钟了已经冷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再接身体，是。好，然后再接尾巴，然后接脚，所以这个就是大概4倍以上的时间。对。那老师，那如果像我呢，160公分，48公斤 ，A 型处女座，这样子要多久？是说 A 型啊？血型是 A 型。你要告诉我年纪，我才能够多久？大概30。哦，那要弄到30年才能这么高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做这个必须要在铜板上画。哦，所以我要躺在铜板上吗？哎，不用啦。哦，不用。那太委屈你了啦。我要画这个就是要铜板够大。才能够画大型的。哦，那要预算。真的不用太认真回答他的问题。好玩好玩，因为是这个应该有一些典故吧？还是外面？他几岁了？像这个哈，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了哈。嘿，我以前叫做陶笛叔叔。是的。是。那因为我逢年过节，文化中心都会邀请在文化中心那边表演。对。有一天哈。我跟文化中心讲说，我老师傅画得很棒啊，为什么不邀请他来表演？是，对啊，他就说好啊，好了以后，结果老师傅他说他已经是云游习惯了，他不喜欢被拘束在一个地方，所以他就跟我讲说，我教你煮糖，你自己做，自己去，你自己跟人家讲，你自己去，所以他教我煮糖，煮糖以后，然后就从2013年开始做画糖，到现在大概将近7年左右，7年的时间。不过这期间我也做很多创新啦，譬如说跟书法的结合啦，还有一些图形的创新这些，蛮不错的。像连国外像米格啦、加拿大啊，有很多外国的那个非常优秀的那种人士。都来向你学习。有啦，因为我在中山大学，他们有一些外籍人士来，在高雄师范学院那些都有，然后都会叫我去，请我去那边教他们做。谢大师讲到他的兴趣，真的是滔滔不绝。
没错，有太多想跟大家分享。真的也要感谢恩师国宝级大师谢明福大哥。对，未来你也是国宝级啦。对呀，那要够老。对，更厉害的就是100年之后更不得了了。其实你看到我的那个logo 就是华堂叔叔嘛。是华堂叔叔，在 FB 在业界都相当的有名。我怕在10年后就变成了阿伯。再来就华堂北北，华堂爷爷，哇，华堂爷爷好可爱哦。那这是国宝了，真的，一代传一代啦。是啊。不过这个把它传下去，真的是这个是有意思的。我想我们的那个彭佳妮老师相当有兴趣这个。是，冯老师你好，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是不是要画这个画堂，基本上就是你就是要很会画画。图形的解析很重要，所以我画一只龙或是画一个伞，你那个图形的重点很重要。我在教学生，我会让他们知道我们重点在什么地方，去把它弄起来，不要拘泥在小细节，那已经印掉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跟时间在赛跑。所以你讲的意思重点就是说，要会画图也对，但是你要如何牵引人家去用图形来玩，讲这3分钟而已。希望老师这个没错。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，没错。用手强用哈，来看一下3位评审先生哈，有办法一直通过吗？老师，请给的没问题的啦，没问题，不管。好棒哦！相信那个台湾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，继续保留下去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台湾需要这个传承啦。对，好。那我觉得现在最开心的呢，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一人拿1支哦，开心吗？哇！那我们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哦。
送上鼓励。安定一下妹，好可爱哟！茵茵是哪一位呢？茵茵，茵茵你好。茵茵会讲客家话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不会呀。那你今年几岁9岁。哦，今年9岁哦。那你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呢？因为喜欢跳舞。啊，你很喜欢客家文化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会去那个佛光山踩街游行呐？有。就是你们吗？全部人去踩街游行呐？有。啊，这些都是你的好朋友吗？娜娜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不知道。那在练这个叫什么啊？大师公。后面那这是你们的主角，对不对？20公。那大师公去哪里呢？不知道。哦。大师公今天是2师公来啦。那下一次有小师公吗？怎么那么可爱嘞？哎呀！哦，阿勇嘞，有唱到评审欣赏吼。批准欣赏。那个小朋友哈，他们除了跳之外，还有感受到他们快乐，还有他们还在唱哦。我们觉得我们很有希望，小朋友加油赞！好棒哦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哇，他们的快乐都在那个脸上，对。地理，然后把他们的里面的传奇结合一个故事。还有大师公的大肚子，他们对他们都有跳出来。他们有人物形象人物了，对，好有意思哦，真有意思呢哈。阿勇哈，接下来看上面评审欣赏，有办法一直通过吗？老师，请给灯。1个灯，2个灯，3个灯，你们都好棒哦！老师给你们肯定了耶。所以会有奖金呢。对呀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那这个奖金你要怎么用？存起来，当做是你们这团的基金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就拿存到一笔钱，就要出国旅游。好 ，OK，很快啦。今日请多谢所有安尼来参加表演的参赛者啦哈。没错，好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的表演者，还有天使级特奖给观众朋友的喜欢哦。观众朋友，大礼拜年下这条音量班将准时时段，向前听到底，大家来上飞，下次见，拜拜。